上帝话记载伫新约嘅圣经以有所书第4章，咱要对第1节看到。新约嘅圣经以有所书第4章第1节，上帝话安尼讲：所以我惦伫主做求凡的劝恁，行代志着合你所受的调，凡事谦顺、温柔，用吞忍。 伫仁爱三宽容，用和平三结连，第以修圣神所修事的合一。以上愿上帝话成做咱每一人的帮赞。这时正道，咱请许传道苦行道牧师来带咱正道。伊的题目是“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感谢主上帝伫定定的时刻，互咱大家三甲组织。特别当我听讲今仔日是咱释教的生日的时阵，我想有个教会会准备捐歌。顶个月伫一个教会105周年，一人分2粒寿桃，啊嘛有迄教会讲去做米菇吼。我想讲，咱淡水教会吼，敢会分鸭架吼，还是？ 都按车头行落来，唔敢开车，惊伊讲第一摆来，万不得已啦，塞车声，所以我按捷运坐电车按捷运过来，我看到几落大拢咧排队啊！咱按中正路一过来，几落大拢咧排队，特别那迄庆烟的迄大声，粉肠啊，广东粉肠，我排队的人特别多吼。我要来的时阵，阮有一个技师就甲我讲。 讲牧师，你唔通行迄条路。我讲安怎？伊讲你会愈行愈慢，你会愈行愈慢。你行路真紧，但是你若行迄条路，敢若看遮老龟遮大吼，会愈行愈慢。所以咱感谢主，伫教会生日的今仔日，咱会当三甲组织。所以甲你隔壁的人讲生日快乐。 感谢主，淡水教会145年来，甲隔壁讲者。感谢主，感谢主，淡水教会145年。对啊，遮长的时间中间，咱参与伫内面的一个阶段，咱并是对头一直到今仔日。但是咱真侪兄弟姊妹，咱参与伫咱淡水教会145年这中间。 那安尼，上帝教会伫今仔日你我咱三甲斗阵，要安怎，互即个教会的意义会当更较显明？我即马伫个树林教会，所以坐捷运来算不遮方便。咱拢属伫台北中会，咱踮咧台北中会99间教会中间，咱的规模差不多，但是淡水教会给较抒情，那个。 能量也比较强山林啊较悬，咱无论是人数啦、聚会啥等等，拢比树林教会较侪。树林教会敢若有一项较，阮迄长老有当时会问我讲要安怎，讲咱那10年逐摆负担金，咱拢交通多到底是安怎？所以踮咧台北中会中间，咱淡水教会、树林教会，毋那敢若对上帝领受恩典多。 咱阁对即个世代伫咧分享、伫宣扬耶稣基督奇妙的救恩。咱拄爱客英文，转去阁甲读一解。迄是伫罗马人书第10章，特别对第9节开始，伫甲咱讲到教会生日的意义到底伫倒位？教会为什么需要存在？毋是要互你我咱来遮真温暖。 来遮敬拜上帝，享受即款团契、圣徒相通的喜乐。搁较要紧的，就是因为足侪人需要听到福音，需要有人传，需要有教会车派，需要有教会对福音有定心的了解。所以上帝真恩待咱淡水教会。 互咱淡水教会会当通过，因为即个地理的关系，真真侪人客来到淡水以后，会当看到宣教师所留落来脚印。
这个脚掠深受伫你我咱这代诚做见证，也是讲伊诚做是一个义体的记号。义体的记号帮咱软体性命会当活起来。咱开车到十字路口，咱会看青红灯，青灯你就会当行，红灯袂当行。但是你有当时去一寡餐厅，讲叫做古早味的餐厅，我捌去一间古早味的餐厅，伊迄内面足侪古早的物件，刻盘啦甚至有风琴，佫有一个青红灯。迄拆落来青红灯放咧遐，伊迄拢咧强调古早味，甲1960年代、70年代、80年代迄拆落来物件哇，厝内放足多。青红灯若放咧厝诶，变一个欣赏，伊都无发生帮咱人有特殊，大家互相相让的意义。青红灯的意义在遮呢，伫十字路口，大家知影照规矩。互相相让，袂去发生意外。青红灯帮助咱开车行路会当安全，但是这个青红灯，这个牌啊，若放伫个餐厅的一个壁角，是互你欣赏，是干那互你踮伫咧想过去安尼啊哟，以前的日子偌好，迄拢骗笑，迄过去讲迄有啥路用，对无？要紧的是到底咱安怎往前行，互这个上帝祝福伫咱淡水教会。这个义体的记号，内面出入的人的软体，咱的性命有活出来，基督做主的见证也无。所以咱有真侪时间，咱嘛有真侪挑战，也真侪功课伫行。拄啊，圣经以弗所书就是咧论到教会，以弗所书就咧讲教会到底是甚物。咱今仔所看这段，伊咧讲到一个教会最要紧的意义，就是要安怎尽力保持圣神所想事的合一。咱会当斗阵，毋是因为咱有才调，咱愿意来到这个所在，你会看到真侪牛人斗阵三甲聚会，但是咱嘛有真侪是对基层三甲斗阵，咱会当踮喺这个教会同心敬拜。这是圣神的工作。若要照你我咱家己的个性，真侪人讲啊，我要找一间会当敬拜上帝的所在，会当我感觉较好的教会若碰到即款的兄弟，我讲，若有迄款较好的教会当你一去迄间就无遐好啊。上帝教会伫即个世代。无论伫倒一搭，咱最要紧的一个功课，就是亲像拄仔所读的圣经，学习耶稣基督，凡事谦逊、温柔、忍耐，用疼心互相宽容，用和平来联系。这个和平嘛是咧讲平安，用和平、用平安来联系，尽力保持圣神所想事的合一。这才会当成做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咧回应耶稣基督给咱新的命令，就是恁着互相相疼，亲像我捌疼恁，恁若安尼相疼，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我家己出身伫咧新店教会，即摆咱坐捷运站，淡水是上北，新店站是上南。到我新店站落车了后。行5分钟就到阮兜咧碧潭的边啊！新店教会嘛百几年，伫咧即款同款有水有山的所在，咱最近成长看到的，毋那是干那迄个外在的环境，尤其淡水甲阮新店同款，咱伫咧即20-30年来，一直来真侪新的人口。咱讲叫做北漂的也好，还是淡水起来，无论是伫淡水所在，还是伫咧淡水新市镇，还是讲伫咧红树林，咱有真侪新搬入来的，新店嘛同款。无论是伫岸边遐，还是伫咧新店的市区，有真侪遮的新的朋友入来。那
面对即款的世代，咱要安怎，互教会会当搁较侪功能，搁较活泼？所以咱看到咱淡水教会有咧办周间真侪遮个，不管你是用商年大学的角度来看，还是用社区服务来看，还是上帝互咱即个亲像古籍的记号，互人来的时阵知影遮毋是干那有一个外国人倒啊来嘅，原来遮是一个教会，伫咧宣扬耶稣基督拯救的教会。但是要做遮个，伊相当爱有代价，相当爱有代价。伫咧40年前，有一个电影入来台湾，即个电影原来的名叫做《The Mission》。毋捌看过即个电影的请举手，你也无看过即个电影的请举手。看过即个电影的请举手。OK， 好，多谢吼。即个电影不只趣味，即个电影吼，你会当看到一个咧文品仔，即个是算白人。你看到边有真侪啥原住民，这是伫咧18世纪。下一页，好，这是伫咧18世纪。咱知影迄个时阵，世界17世纪、18世纪开始发现讲吼，地球是圆的，所以足侪大只舰船出来。西班牙甲葡萄牙吼，因红挖大西洋，以前的世界敢若伫咧地中海。无论是罗马帝国，还是其他的，保罗传福音安怎行，都是咧地中海的北边。但是伊足期待，保罗足期待去西班牙，因为伊知影西班牙是世界的铜锣尾站啊啦。迄个时阵2000年前的观念是安尼，西班牙搁出去吼，地球就切落去啊，就沉落去啊，世界敢若到遐，所以。保罗望会当通过去罗马了后，得到罗马教会兄弟的支持，会当去西班牙。但是到17世纪、18世纪无共哦，咱已经知影地球是圆的。对西班牙甲葡萄牙吼一出去吼，迄个海遐尼大，会当去到另外一个世界。所以咱看到西班牙甲葡萄牙踮伫咧南美洲，踮伫咧美洲哦，踮咧个占地盘啦。即个国家过去后壁就会缀神父过去，因为遮个人拢天主教徒，拢天主教徒，所以就爱有神父陪因去到迄个所在。即个故事就是发生伫咧中南美洲天主教会耶稣会的修士神父去遐分享福音的一个故事，拄好碰到。葡萄牙甲西班牙为着因占领的土地的签约，这个签约交换的过程到底，这教会要留下来无？这个宣教的行动要继续无？我意见煞无共，意见无共，这个签约签会落去袂？签袂落去，因要请示的毋是国王，要请示的是梵蒂冈的教宗就派一个红衣主教来啊！这红衣主教就是敢若亲像大使共款，伊就来遮调停啦，看西班牙甲葡萄牙会当调清好势，不管你占领安怎去占，毋过吼，互教会、互福音工作会当继续做。不过当然，尾伊失败，伊失败，所有的失败就是。拜堂去用烧，信徒摕十字架出去，去互阿兵哥抬死，去互军人抬，连神父共款，所以这个红衣主教登去梵蒂冈、罗马去报告的时阵，甲教宗讲，你的神父吼去遐互抬死啊，我活地转来。毋过实际上是我死于活地。若要对耶稣基督的角度来看哦，对国外的主，顶礼拜拄讲啊，
对耶稣基督为咱国活这个角度来看，是迄个神父活伫天父上帝遐，我咧，我苟延残喘，我留伫，因为西班牙、葡萄牙的将军唔敢吸我啊，为什么唔敢吸？红衣主教是教宗的大使啦，什么人敢吸？你吸着红衣主教，世界天主教会，大家拢国家拢甲你攻击。但是伊家己感觉，伊伫遐无尽责任，互教会继续保持宣告，mission 没有完成。好咯，这句话，这个电影《The Mission》，若看家人，你会记得，踮伫咱台湾，伊的翻译叫做什么名？叫做啥？教会。mission 这个字，点是教会。mission 这个字，咱青年人你讲哦，mission 这个电影你毋捌看过？《The Mission Impossible》这个电影你捌看过无？听讲吼，贾永杰要请伊来101，对不？前啊，迄个才白给了尔，起码当时定讲，汤哥有可能来哦，我们要在101合体。Mission Impossible 是30年前的电影哦。Mission 咱普通时咧讲，这是什么意思？因为我则看袂到 PPT， 咱 PPT 有出来无？有吼。应该有啦。咱先看麦克风。所以吼，真趣味的，我感觉吼，毋是即个拍电影，因为这电影是外国人拍。重要的是，即个电影来到台湾的时阵，伊的原来的名叫做《The Mission》，伊应该爱翻译做任务。如果若是讲甲福音有关系，伊会翻做使命，对不对？使命嘛，甚至它可以翻成宣教，对不对？但是他为什么翻成教会？我感觉这个在台湾发行的公司的制作人心里很特别。你若把这个电影看2点半钟拢甲看了的时阵，你会发现伊内面有使命、有任务、有受交代爱宣告，但是伊拢无讲到教会啊。毋过在台湾发行40年前，这个电影发出讲要以教会这个名的时阵，因内部真大的争论啊。为什么？迄头家讲，你翻译教会，什么人去看？一看教会这2个字，这个电影谁会去看？基督徒就无一定要去看，非基督徒敢会去看一个电影叫做教会，对不？所以，佫无用啦，翻译这吼票房已经不好。无想到讲翻译叫做教会哦，伊票房竟然不佳好。但是我要甲大家分享的真重要是伫咱今仔日的教会生日。你来到淡水教会，你用什么款的心情来到遮？你来到淡水教会，三甲参与敬拜，有敢互你较亲近天父上帝？敢有互你对耶稣基督甲咱留落来的脚链有搁较明白？敢有对耶稣基督对你的邀请有搁较感动的回应？掠你的实地来分地法。拄啊，伫个以弗所书传统上，咱个咧是讲是毋是保罗写？毋过伊伫个以弗所书第4章第3节，鼓励咱的用和平。通好尽力来维持、来保持、持守圣神所赏赐的合一。伊头前所讲的迄几项，凡事谦逊、温柔、忍耐，用和平、用听、互相宽容，这拢是耶稣基督所互咱
的模范啊。主耶稣互咱一个大诫命，互咱一个新的诫命，叫做着爱互相相听。伊互咱一个大使命，叫咱爱甲人分享福音，爱传福音到地极。主耶稣甲学生讲，恁来对我学，咱注意哦，咱会记得耶稣的新的诫命、新的命令，对无？有当时啊，咱咧办咱大爱搁读，咱会记得耶稣互咱的大使命，对无？伊交代咱，但是你会记得耶稣，伊无叫咱学伊安怎甲人医治，伊无叫咱安怎学伊讲道，伊敢若叫咱学伊一项代志。你会记得倒一项？耶稣讲：恁来对我学。耶稣敢若讲一项，耶稣无叫学生，无叫你我教伊学别项呢。啊，你今仔日咧本地耶是咧本地耶稣，你是咧本地倒一项？马太福音11章，咱印象最深的，真爱用迄节。主耶稣讲：恁若着我担重担的，就来安怎？就问我要互恁得着安全。咱就爱一个，因为这个世间实在有够重担太多，甚至重担太多，所以迄款的重担会互你足想要来亲近主耶稣，通好将一切看路交托互伊，亲像彼得前书第5章第7节讲，所有你的重担交互伊，因为伊关心你。主耶稣讲恁若着我担重担的，就来求问我要互恁得着安息。但是甲即句话爱念到底呢，因为恁爱来对我学嘛，是毋是？你来求问我，就我来对我学，你才会当得着真实的平静安稳的快乐啦。迄叫安息，安息是躺平啊。今仔日有一个政治人物讲吼，只要躺平就和平，迄实在是有影吼，连牵头愈想嘛知。哪会讲即款话哦？啊，佫做甲遐尔大。你若倒落去，你的世界、你的生命意义就完全无去啊，是毋是？所以咱看迄马大佐呀，咱教会有一组叫马大佐，你创啥？啊，你知马大佐平均年龄几岁？啊？马大平均年龄几岁？所以，你如果躺平，你就完蛋啦！什么躺平，怎么可能和平？对不对？要活得快乐，活得会当处理，活得亲近主，你的确是时刻在叮当啊，动了才会活嘛。宣教师伫2000年中间去逐所在，因就是要将即句话来实践。主耶稣讲：恁来对我学，学啥？拄啊我有看人咧编圣经，学啥？学我的温柔谦顺。有人讲我学耶稣冰岛，因为耶稣嘛冰岛，有无？1980年，咱咧做民主运动的时，有一寡牧者，行街头，创啥？讲趁着迄阵我嘛缀人行街头。看到无公义的，伊就去抗议，去创啥？去冰岛。因讲，敢会当用安尼，对无？我耶稣嘛冰岛，敢要圣殿冰岛，但是耶稣无叫咱缀伊冰岛。耶稣敢若讲，恁来缀我，学我的温柔谦顺。以弗所书用这节来提醒基督的教会伫今仔日这个世代，为什么这个电影翻译做教会？互咱会当看到，互咱会当看到吼。我要保证你们看到什么？当咱若将米线看做任务的时阵，哇，足侪代志工课要做袂了。
来到礼拜日，来到遮，干那要会记得讲看个饭师有够无，马大厝。因为我足佩服因的，坦白讲，足侪教会的哦，足佩服因的。啊，因互咱腹够饱，咱个心灵饱。但是因来做礼拜时阵，因甲上帝关系，你想讲因的无用哦？其实因伫无用的中间，互亲近主耶稣，因为主耶稣常常伫咧服侍啦。所以咱若敢若看到任务的时阵，会看到工作，看到这要安怎进行，你是即个看得表，对无？咱喏，踮个公司，你拢会当会照这进度啊，因落去行。毋过当mission 若是教会的时阵吼，都无共款。要去经验以马内利。每一摆你来教会，你有去经验到以马内利无？即句话伫圣经敢若走出来两解尔，即个字啦，毋是一句，即个伫圣经敢若走出来两解。以赛亚书甲倒位？马太福音。以马内利是啥物意思？上帝甲我斗阵，上帝甲我同在，无论我伫什么款的情形，我伫做工，我伫烦恼，我伫轻松，我腹肚痛，上帝拢甲我斗阵。所以其实毋是想要甲咱讲的，就是即个甲我三甲斗阵的上帝，伊互万行事三甲来，互听伊的人得到利益。所以如果你若是教会一份子，这嘛是教会定义哦。你就要去经验到以马内利，咱做阵来读来。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体，受调来宣扬耶稣基督的真理，对悔改的使者是普世国定君的分队，认同所有的罪人，通过听较受苦，来听做不白因果。台湾基督教会信徒。淡水教会兄弟姊妹，这段爱背起来，这段爱背起来。为什么？咱是上帝的囝儿，你我就是教会。教会毋是即个礼拜堂，毋是中集会，毋是小会尔。教会就是你我。你行到什么款所在，互人看到耶稣基督的真理。你去到什么款的所在，互迄个所在会搁较和平，搁较和解，人若看到你来，人感觉真欢喜，因为你我和平来。有当时因踮咧冤家，但是若看到你的时阵，大家会感觉讲，代志当解决，这叫做和解使者。你知影教会普世各所在拢共，但是上帝我踮咧淡水教会，的确有伊的意义，我要认同伫遮，参与伫遮，commit伫遮，毋是干那做一个人客。嘛毋是因为讲哇淡水的这个什么桥这个通啊吼，所以吼我紧搬来遮。毋是安尼，我要认同 commit 伫咧淡水教会。即款的认同定军的本地，认同遮的住民，诚做淡水人，参与伫淡水教会所有奇妙上帝的事工，通过什么？通过听甲啥？受苦，才会付代价。诚做5万的记号，互你厝内人看到你，伊加靠5万。互你的社区的人，迄管理委员会踮咧冤家，但是若看到你来时，他们就觉得我们可能可以解决问题，比较有盼望。教会今仔日145年生日，就是你154年是的，我一直讲毋对。154年，咱教会154年生日，你就是教会啊，就是以弗所书第4章第3节咧讲的。当咱若通过圣神帮助，互咱会当成做一个合一的教会，会当沟通，会当讨论，啊，当有疑惑的时阵，大家顺服照安尼做，心内搁较毋甘愿，喙齿滚家己。大家都安尼讲，我就照安尼行，对无？这叫做真力保持圣神的合一。啊，然后咱才会当，为什么？迄个听甲受苦就是安尼啊！伫教会内面，你想讲大家真欢欢喜喜、吟诗拢足好的吗？无啊，来教会就是爱付代价，什么代价？顺服的代价啊！无你讲，咱要学耶稣，要学倒一项？
耶稣就是顺服到死，佫死伫十字架顶啊。所以通过听甲受苦，你会成做愿望的结果。今仔日的生日154个生日，但是你可能60岁，你可能18岁，你可能年轻20岁。但是如果你能够成为一个盼望的记号，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会发觉，奇怪，今天爸爸回来，今天阿公回来，怎么不太一样哦？以前回来哦，就是提醒这、提醒迄，念这念迄，毋过今仔日回来那无共。伊若问讲阿公，你是安怎？你讲哦，因为教会154个生日，我参与伫即中间，这是咱生日快乐的时阵真要紧的部分。恳求主帮助咱，互咱会记得咱今仔日154个生日同重要的意义。所以顶礼拜过偌济，咱毋知有分鸡卵无？足侪教会拢用咸卵，因为以前用沙的吼，而且有当仔转去毋拄好内面老歹，所以足侪教会吼，顶礼拜我看拢出用咸卵，一粒青的鸡卵，如果若外口会力降落来，就敢若像我今仔早起煎荷包蛋，你就爱壳，然后开，吼。阮老师甲阮讲，礼拜早起爱食2粒卵，因为你过落去嘛，什么时阵才用去食饭吼，所以早起爱食好饱。你安壳甲开，这粒卵安怎？这粒卵本来是有性命，但是当外口的力壳落去了后，这粒卵就安怎？死去啊，对不对？但是如果若是按内面，伊是有性命的哦，鸡卵，伊若按内面破壳而出的时阵安怎？新的性命出来了。这粒卵若是按外口甲绑，迄个卵若是outside，这个性命就结束。但是若是对内面啊开始的时阵，伟大的代志会发生。154个生日，咱要对内面来改变，来破壳而出，还是咱要继续接受外在，互咱真多的阿乐肯定，嘛真多的分分了了。咱到底要用倒一款？求主帮助咱，互咱教会当。有些总统讲哦，让淡水教会再次伟大。咱唔是用世间的迄个伟大，咱用耶稣基督连看头的所在都无，这款的伟大来进入155年。因为既然主上帝，互咱会当互相讲生日快乐。咱嘛毋望，咱会当军队主有一个新的形态、生命去活。中级会安怎仪管，小会安怎去祈祷，拄啊练长老带咱祈祷，咱嘛求主，互咱一个牧者。我感觉上帝早就知影咱的需要，因为连头毛伊就算过。若是我袂去甲伊讲。请你甲牧者带来，迄伊的代志啊，伊早就知啊，伊早就知影咱偌焦急啊，对无？咱偌着急。但是咱爱做的是啥？咱教会今仔日的读经进度是到倒位？咱教会，咱兄弟姊妹，敢？要尽力保持圣神所赏赐的下笔，就敢若亲像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10节，我知影有人反应真紧，你圣经马上变会着啊。保罗甲哥林多教会讲，咱就要有共一款的目标，咱就要谈共一个议题，耶稣基督，咱就要常常点伫倒无的是即个宣告使命的意义。
咱就爱伫遮个事顶头团结到底。其他的代志拢会当在咱行，但是上帝既然互咱遮尔大、遮尔啊侪，咱毋是5000人尔，咱可能超过1万个哦。对内面开始，恳求主帮助咱，互兄弟姊妹，咱有同一个心志，读同一个进度，只有即款斗阵小会员共款为着家己的人生性命伫上帝面前求合一的时阵，上帝的工人自然就会走出来。这是我过去做4个教会小会议长的经验。逐摆去聘牧小组拢先问我讲，牧师啊，你毋若甲阮介绍一下吼？拢会安尼嘛对。我讲啊，恁小会员恁要想啥？即个讲安尼，迄个讲安尼。所以过去即4摆经验，我拢讲安尼，咱小会员甲兄弟姊妹，咱先做阵，干那为咱家己读圣经，为咱家己祈祷，还是一直的进度。不管咱想要用新眼光，用什么灵命日粮，还是要用，不管你要用倒一款，还是咱甲教会家己来行，使徒行传一工一张，一工一张，啊，然后咱做阵伫上帝的话顶头，一直向前行。当咱通过圣神引带咱伫上帝的话，甲咱设定的目标顶头是一致的时，咱会忽然间发现一个牧者走出来，上帝必办的牧者会出来，迄是对内在所走出来的改变，毋是外在。啊，若无吼，毋免我介绍，太侪人要推荐，甲咱淡水教会、甲小会员、甲长老讲哦，倒一个牧师袂歹，倒一个牧师袂歹，拢袂歹，拢真好啦。虽然有限软弱，但是拢献身伫上帝面前。但是同样的是咱教会，甚至愿意亲像拄仔以弗所书甲咱讲，凡事谦逊、温柔，真用和平3联合，尽力保持圣神所显示的合一，亲像圣爸、圣囝、圣神迄款的合一，亲像上帝迄个听。遐尼奇妙，亲像耶稣基督的救恩，互咱想无；亲像圣神不时的感动引带伫咱的中间。两边就是咱要吟这首，咱最近来吟圣诗184首。上帝听读，体话遐大，你注意看伊的歌词，伫甲咱淡水教会讲啊，讲过去100。